好多朋友都講朗詩新城太偏啦，又冇配套，交通又唔方便。咁我身後啊，瑤姐身後呢度就係朗詩新城啦。出嚟200米就有一個出入口，係上去我哋坦洲快線嘅。咁上咗去坦洲快線呢，上去三鄉幾分鐘，20分鐘去到我哋中山嘅主城區嚇，20分鐘又俾你去到拱北關口，1個鐘返到香港啊！直線呢個位出去就係我哋珠海嘅香洲區啊！咁樣嘅地段，你話佢偏唔偏啦？嗱，瑤姐身後咧就係朗詩新城1期嘅，1期咧從賣到而家咧應該有2-3年時間啦啊，已經交晒樓俾業主，有啲人裝修緊，有啲已經入住，間唔中咧亦都有少部分嘅公底房放出嚟，1萬蚊首期就可以買到啦。但係佢係無批嘅，如果裝修嘅話咧係要加800蚊1個平方。咁呢個位呢個方向啦，呢個方向就係我哋依家熱銷嘅2期，2期嘅1、2棟咧已經拆晒排山，年尾就準備交俾我哋業主啦嚇。依家賣緊咧3棟、4棟，89平方嘅南向3房，108方嘅橫廳4房，仲有個119方嘅，同埋135方咧係南北通雙陽台嘅大4房嚟嘅。依家3萬蚊首期，送精裝修。仲送埋48,888嘅家電大禮包啊！冇講話金九銀10啦，依家買樓先係最抵啊！朗詩新城2期呢個大門口有冇吸引到你啊？我就覺得佢相當之高大上啦，走我哋去睇睇。嗱，呢個小區環境係咪相當之靚啊？我哋睇到嘅只不過係冰山一角啫嚇。呢度總共有13棟樓，依家先起好4棟啊，未來可期啊！